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2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51个本土病例，另外学校停课标准有修改，也准全校1/3的班级或者是10班以上，则就要全校来停课。之前有一名立委的2位助理确诊，已经指挥中心也甲立委列做是居家隔离对象，即马传出这位立委确诊，目前正在治疗。台海局势正紧张，国防部今日发布全民国防手册建本，引导民众安怎面对军事危机。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12个这个带病入境，也有551个本土病例。今年目前的本土个案轻症的比率是99.66%。自今仔日开始，这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的第10天 PCR 采检全部改做是快筛的。另外，针对着学校停课的部分，会以班级做单位，若准全校有1/3或者是10班以上停课，全校才来停课。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是551例，那境外移入是112例。即日起就是将这个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在隔离或检疫期满前第10天的采检，都改为快筛。高中以下的学校，如果有1/3以上的班级，或全校达到10班以上，这种班级是已经在实施暂停实体课程10天的，该校得实施全校性的暂停实体的课程。大学校院的部分它的组成特别是以学校有1/3以上的科系所的班组已经要来实施暂停实体课程10天的这部分，这样的学校得实施全校暂停实体的课程，该校的教职员工生来进行自我健康的监测。根据着教育部的统计，到昨为止，全台湾已经有18个县市237间学校，当日是全校停课，或者是部分班级停课。教育部伫下晡记者会要公布上改新的停课标准，是以班级做单位，尽量莫影响到教学。在囡仔到学校摕物件就随离开，校园内敢若看到人员四界消毒。花莲的明义国小因为有4个学生确诊，4月12到15全校预防性停课。因为我们是避免这个扩散的风险。那昨天晚上呢10点的通知呢，我想有点急促，也有点仓皇。本土疫情滚价，全国停课的学校恐惊阁增加。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讲，即马2班以上有4生确诊，全校的停课的标准放零。那现在基本的概念大概比较着重以班为单位。那有大规模的班被停止以后，那全校才会停，尽量不要影响到正常的教学。教育部11邀请各县市的教育局的处长参详，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大家拢赞成调整，不过各地疫情甲紧张的程度无同款，以学校4生确诊或者是酷热的标准做例，台南市会按照即卖方案，搁再小可调整。原来会说那全校做的就来暂停实体授课，或者是比较大规模的，那这个部分列为修正。那大概1到3天，然后以台南来讲，我们可能会暂停实体授课呢，是用2天。陈新辉强调讲，要停几个班，袂当用数学公式，该看家长的心理感受。若有确诊者，课例无严格，家长嘛是会请假观察。未来按照教育部指引精神去配合，也毋望中央尊重地方家己调整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早起伫咧公布节目顶头表示，讲这基隆、台北、桃园拢是高风险地区，而且台北有真侪病例是找无感染源的。那照这趋势来看，到4月底恐惊会出现上千例。另外，也有民众反映讲，这快筛试剂是真奥买又阁贵，但市长也挂保证，讲会愈来愈俗，价钱会降到200块以下。打电话关心伫厝内居家隔离的民众，嘛确认因身体情形。这是新北市当地进行的居家照护计划，市府除了甲检疫隔离关怀中心升级做 COVID-19 居家照护关怀中心，29间区公所嘛同步成立区级的关怀中心，伫第一时间来协助居家照护的民众因生活相关的事务。有慢性病的人在之前要做分流。我们接到确诊的时候，就要做好健康评估分析。因指挥中心规划65岁以下轻症甲无症状的确诊者，因的居家照护嘛伫要起过。未来确诊者伫厝内隔离需要用到的药啊，嘛爱由药师来配送。不管健保药局的药师用什么方法，24
24个小时内，一定要送到这个民众的家里门口拍照，并且打电话给民众，当场教导他如何使用这个药物。即马本土疫情食力，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伫公布节目表示，目前包括北北基桃是属于高风险的所在，湘北不明感染源较侪。以现阶段疫情发展的趋势来看，4月底过一天新增加上千例确诊人数是有可能发生的。也让外界反映讲，快筛试剂毋但贵，阁买无。伊阁保证讲，计效是愈来愈俗，而且一支会降到200块以下。未来我们如果开始启动我们的购买或征用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价格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原来这个价格那是完全是一个市场的机制所形成的。陈时中表示，北北基桃已经列入去高风险的地区，当一搭家人的爱心体检效果袂歹，分买20万剂的快筛试剂，推出44个人是阳性 ，PCR 体检验出38个人，对社区防疫是有帮助。11暗时嘛，甲其他高风险的3个县市联络，希望因买当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有1名立委，有2名助理确诊，疫情指挥中心也甲这个立委列作是居家隔离对象。即马传出这位立委确诊啦，目前正在台大病院治疗。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传出有立委确诊？好，那立法院会讲，那想问一下，有听说吗？早上有接到消息。对，我们知道朱委员早上是康复。他现在是住在台大医院吗？这我们讲个人的医疗的讯息，我们说他早上是康复。这名立委有2名助理，伊伫咧清明连假期间确诊。立法院除了加强环境消毒以外，搁再启动相关措施，要求连假结束了后，共站楼的立委甲助理，就要提供 PCR 或者是快筛阴性证明，才会当入去立法院。讲到最近这几天，这本土病例一天拢超过400例以上。蔡英文也讲，这生理开始变歹，特别是接待规团内人客，这生理是落上济，上坡有落3-4成。业者强调讲，若卖等到3笔境界拢好，爱开放也是爱开放，伫短时间内影响绝对是走袂去。工作人员一透早无用款了，不过最近疫情又搁炭烧，17日确诊数直头增加，尤其是餐饮业的感受上深。生理伫检，若是有接团体人客店，影响可能搁较大。无论是本店或者是百货公司内底的分店，也因为世界人变少，对疫情变严重以来，生理已经落4成。4月5号、4月6号，就清明连假后面开始有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就比较明显有包括旅行社或是小型的团体，就是主动来询问或是要取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明显的感受。虽然人客变少，业者也是遵守防疫，包含员工做完3档疫苗，人客做实验制，因为伫店内食食、烫嘴暗嘛是有风险。不过照即摆的办事，业者也讲，短期的冲击是一定有，只希望卖转去到3级。尤其即摆多数的感染者拢是轻症，该开放的嘛是爱开放。跟去年的那个3级的疫情是有所不一样，因为国人比较已经适应这一种的疫情的存在。最主要是我们有教育他们说，小朋友没有打疫苗的话，就不要带出来。那大人的部分就是3剂要打好打满。台南出名的国华鸡，因为真侪点心大，本地就是包顿去食，影响较低。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的分析指出，台南清明连假了后，病例多数集中伫40岁以下，20岁以下有61%，多数是少年人，其中89%拢是有症头的。这可能也含真侪病例拢是12岁以下的囡仔有关系，因是无注疫苗。疫情的影响之下，也互民众出外意愿又搁减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最近这确诊人数是一直增加出来，各地头注疫苗人数也开始变多咯。不过卫福部伫初八有做统计，讲全台湾注新冠疫苗，这第3档注上介少的所在，就是伫咧台东，无够一半民众去注。县政府表示讲，会继续用礼券来鼓励民众赶紧去注疫苗。台东县小连续传出确诊的个案，各乡镇的卫生所注新冠疫苗的时间一日到，真侪民众都排队等要注射。不过，卫福部上新的统计，照顾12岁以上新冠疫苗的注射率，台东县伫咧每一个年龄层拢是全国上低的，总平均敢若有41.9%。台东县卫生局表示，伫咧庄卡所在注射的情形较无理想，可能是民众听人风声报影，讲一寡注疫苗错误的副作用，所以安尼唔敢注有关系。因为之前其实也有听到说有人因为打了肺纤维化或是怎样，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即刻去跟他做厘清。
卫生局表示，官府也是有持续提供100块的礼券，予来自疫苗的民众。也若65岁以上的人，若有注疫苗会阁领到中央本的500块的礼券，希望鼓励民众来注射。而且，若是岛民层行动不方便的人，嘛有到处注射的服务。不过，要是有民众较安怎都唔愿注疫苗。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有在讲说，这个疫苗的有效期到底是多久？你如果有效期4个月的话，不就以后4个月都要打1剂？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疫苗注射的方式拢是照中央的指示。为顶礼拜开始，各地注射意愿已经有提悬，会加强宣导，而且阁甲中央争取加拨一寡疫苗予台东县。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华航的飞机伫咧飞行机的外皮增加台湾的意向，即马煞有风声讲无多飞入去中国。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确实有这款的代志。目前这飞行机是该去飞北美航线，未来飞行机的外皮咧也会兼顾可能会当考虑区别掉这个中国甲台湾。另外，代替工会也讲要照规定，伫咧5月初1，也就是劳动这个时阵要来休困，来表示对代替公司化的不满。王国材表示，讲拜5会甲工会协商。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向代替的员工搁再发声，讲这公司化已经兼顾到社会对安全的期待，也会尽量增加员工的福利。代替工会对着公司化内容有意见，发起5日劳动节依法的放假，讲也对着旅客运输造成影响。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拜5会甲工会来对话，希望兼顾这工会对着会员权益的保障，个政府会当到协助处理的能力。行政院苏贞昌嘛利用接受立委质询的机会，向代替的员工来发话。那政府用尽决心，绝对保障台铁员工的薪资福利一切。绝不让他损失1分1毫。以后公司赚钱，还可以像阳明海运40个月分红等等，台铁员工可以放心。另外，港有营运的公路疏运计划，王国材表示，当工会确认迄一天上班人数了，你来规划。另外，3架华航的飞机是改做有台湾以上的多种了后，即马煞无法度来飞中国航线。王国材证实，即马这3架飞机已经改飞北美的航线。整个的这个决定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我想要这部分就留给华航他继续来努力。那一方面就是兼顾就飞了出去，以及在整个图章上面有做一些改变，这个现在在努力中啊。大家看后来的这个后期也会有一些调整这样。王国材强调，后续其他华航的多种会来兼顾，会当飞出去，搁来拼拼甲中国南做伙的2大方向来进行。记者张志雄、王德新台北报道。台湾瑞典国会议员协会开欧洲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初10下晡到台湾。本地距今仔日总统蔡英文的接见，说因为总统有接触到已经确诊的厝内面的人，在隔离期间该用视讯会议方式来进行。副总统赖清德伫视讯会议过后，伫总统府内面亲身接见这访问团。魏莫斯欧洲议会的议员最近提案，也在欧洲议会通过的。台湾还有欧盟的合作，以及这一个发展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对于加深台湾跟欧盟的合作会有非常重大的贡献。无来受中国的压力，联合访问团进行5天的外交行程。赖清德感谢瑞典挺台湾，最近相关的提案也深化台湾和瑞典还有后面的合作谈判关系。赖清德表示，蔡总统目前正在隔离，由伊代表向访问团表示欢迎和感谢。讲到最近台海局势当咧紧张，国防部今仔日也发布全面国防手册建本，引导民众面对军事危机爱安怎应变。这手册内容内面也包含着分辨空袭警报甲避难，若阵见到无倒去这火灾避难资讯，也个停电、停水、医疗急救送医等等的资讯。这手册也讲到民众平常时就要做好防灾战备的物资甲救护准备。两岸的情势安导，便若是台海爆发战事，国人拄碰到军事危机，要安怎来应变？即卖有应变手册通参考。国防部伫12即天发布全面国防手册范本，模拟战争的时阵有可能的状况，引导民众安怎来识别防空警报，还有避难。由各地方政府汇整防空疏散避难的位置。以民众面临紧急状态，需要协助。但手机讯号为弱之状况为响定，
说明相关紧急危难状况，可拨打至报案专线及报案时机。全民各项手册拢总有11大项，设计战争的时阵的问答，除了讲列举医疗救护，还佫有紧急处理的定序。若是讲建筑物倒去盗火，第一时间就爱紧的走去楼骹来逃生。也若是讲身体有起互火烧着，就爱随伫个原地倒落来，用双手将面捂着，伫个涂骹来冰洗。也若讲防空引起的这个欠水、欠电，手册嘛有相关的引导。我们每年会配合民安、万安演习实施手册推广验证，后续会由地方政府依辖区特性修条防空避难设施等3项资讯，以符合地方民众的一个使用需求。各级学校应该要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这个部分要并且是实际的需要来纳入教学课程，实施多元的教学活动，是由教育部会同中央主管机关所订定。战争的时阵，恐惊会造成民生必需品的欠缺。手册顶悬嘛有来教民众，都爱记咧炸户口簿啊、配给登记表，到各县市的配售站来买物资。也若讲平常时嘛爱来完成建备物资，也佫有救护准备，包含这个紧急避难包，上介少爱有3工的物资急救箱。另外，手册嘛有详细记载后备军人的动员资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自本要来访问亚洲，结果却传出确诊啊！拄则伊伫咧网络发文章表示，即马验病毒已经是阴性的，今仔日就会当解除隔离。佩洛西自本按算4月初8要去到日本访问，4月初10伫台湾关系法签署生效43周年的即天，要来访问台湾。不过出发进前4月初7传出去挖到武汉肺炎，即马延后即逝亚洲的访问行程。经过治疗，佩洛西伫网络顶头发文章表示，伊已经获利利亚这病毒采检是阴性的，4月12今仔日会当解除隔离。不过伊也无讲清楚，讲亚洲访问行程接落来会安怎安排。中油总经理李顺钦兼任这代理董事长时间要1年多，今日正式升做董事长。不过受到罗西阿帕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这油价也个天然气继续受变动，特别是天然气4月是搁再限制袂当起价。目前爱面对的就是改善中油了钱的情形。3月营收公布继续了钱了49亿8千万，到目前为止，这中油已经了赔到650亿咯，是要到因的资本价一半。不过为着民众设想，经济部长王美花宣布，这规趟的加速是袂当起价，无排除会限制到6月底。接过应讯，中油的代理董事长李顺钦做兼任董事长已经1年啊，即马总算升做正董事长，带领中油公司。不过伊头一个爱面临的挑战，都是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搁这油价甲天然气继续大起的问题。最近中油是持续吸收，地数亏损是一直扩大，累计亏损的金额若是超过资本额的一半，要依法调开董事会来说明。3月份因为有一些存货回流的因素，所以3月份的亏损是49.8亿，没有到50亿，所以还没有到资本的一半。第一大中油公司的亏损累计到2月底是要600亿，3个月亏损已经要650亿啊。4月份的亏损恐惊会持续扩大，加上中油有照顾民生的责任，原本按算规趟的压缩到4月底进行袂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无排除会继续施行，甚至会延长到6月底。那桶装瓦斯的部分，确实我们让这一些的小商家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物价，到6月底这样子来控价。李顺钦表示，接管中油了后，除了改善中油的财务，上较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净零碳排，持续推动炼制升级，继续向高阶化来行。另外，嘛要针对新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嘛要如期完工，这都需要一个一个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地头消息，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目前正咧举办，不过这个警方也正咧侦办这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抢救风波，造成警察受伤。有约谈到通促党的营务主委吴金虎和伊的看守李家伟，将检控复审了后，认定因2个人涉嫌妨害公务，限因20万甲15万块交付。
穿红衫的查甫人，也有穿深青衫的查某，是统促党营务主委吴金虎，甲伊的看守李家辉，因为大甲妈辽警冲突被传唤，但是两个人无报道。11号检察官具体告案，经过审问，认为两个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嫌重大，有令李家辉20万交保，吴金虎15万交保。伫吹到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张安乐抓到一标3 OK 卡，暗时想要伫咧彰化市永安路接驾，结果统一党的成员甲警方发生屠杀的冲突，造成3位警察受伤。张安乐不满伊互人抢控抢救，开记者会澄清。今天说用组织犯罪，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重点，这件事不叫抢教冲突，这叫背信争义。虽然张安乐澄清伊毋是抢救，但讲内政部长徐国勇听警察执法，讲抢救会互神明天界。用抢教的方式，马祖绝对不会保佑你的。马祖要你不要摸教，你非要摸不可，那怎么会保佑你呢？你都违反了神明的指示。彰化县长王惠美也伫咧慰问受伤的警察时阵，强调未用尽暴力。对于这个暴力，我们绝对是予以谴责的。那我想大甲妈每年呢来这个绕境的一个部分，也希望我们公庙都能够自治哦。彰化地检署讲，对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力分子会严格查办，维护警察的尊严，也已经传唤张安乐到案说明。12下昼若是无来，会强制具体。但是张安乐讲，因为律师时间的关系，将会12暗6点半才会到彰化地检署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设伫境外环宇良田国际公司，对2017年开始无经过许可，就伫咧台湾找投资者，甲人拐讲来甲因投资就会趁钱，甲人拐金额就超过30亿。台北地检署昨开始调查约谈5个人，落尾甲这间公司姓罗的执行长姓陈的主管下禁见，不过这姓张的负责人却是拢无出现。穿黑色染袜的查甫人，伊就是环宇良田国际公司姓罗的执行长，伊予调查官甲带到地检署接受检方的复讯。你有现金？那你怎么会带过来？没有。面对提问，伊大声驳回讲，环宇良田国际姓陈的主管同款去互遗产征信，也拿台北地检署11即天来展开11路搜查，因为这间公司爆发出违法诉金，主管员工拢总5个人去互约谈，问了后，姓陈的主管甲姓罗的执行长，互人声押禁见，其他的人是以20万、500万交保，还佫有无保请回。检入官网的小界，公司致力金融外汇交易，关系企业，也佫有亚洲各国。不过，检方查出这间境外公司无经过许可，违法伫国内招人投资，讲是会当代抄外汇保证金，向无特定的客户推销保本投资，讲伊的年利率达到20%。从2017年一直请人来投资，伊的不法得利有达到上亿美金，差不多是台币30亿。专案向银行法侦办，不过内底关键人物姓张的负责人无互人约谈到案。那首先交易条件是最低就是以1000美做单位。违法诉金敛钱的手路，会使讲是百款。伫咧去年4月，调查局嘛捌破诈骗集团发起的虚拟货币 Q 点，骗民众来投资，半年就挹金超过2亿。民众投资进前，就爱甲抄点tiền，才袂讲辛苦赚来的钱，规个拢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南仔溪产业园区开发案，也就是台积电要去设厂迄个土地，今日中昼宽屏大会已经完成，而且有通过。也因为开发案伫顶个月2才拄通过宽屏专案审查，互环保团体质疑讲这程序伤过赶紧，因也是搁再要求这台积电一只设厂了后，就要达成减碳，也搁绿电等等的环境要求。另外，当地里长也希望讲这园区用地当咧做污染整治，希望会当用搁较悬的标准去改。要求个监督。环保团体在地居民较常关心，南仔溪产业园区开发案3月28通过高市第2摆环评专案审查，再过2礼拜就接要开环评大会，互环团质疑伤过赶紧。很多科学园区的环评争议都是法律的问题。那今天高雄市政府难道又要主导注册这件事情吗？那今天是不是又要陷台积电为不义？到时候法律风险，到时候提起诉讼，法院又把它撤销这个环评结论。
这次程序非常火速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相关的诉求一定是要放到还说书里，不要口说无凭。环团再一次表达，包括需要废弃物减量、减碳甲绿电来源等诉求，要求经发局将部分诉求加入去环评承诺当中。因为南马溪产业园区开发关系到大基电业卖的问题，除了业卖了的环境要求，环团甲当地里长嘛希望园区用地高能场的污染整治，用更较严格的标准要求。土壤跟地下水的这个，不管是它污染的场址的公告或管制区的划定的话，也都是依土水法的一个方式，分别查到污染之后去分别的一个公告跟划定。我们土壤整治也已经完成了嘛，也已经解炼。那也是可以提到我们环评大会，而且专业小组也审查通过，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原则上，我们就依照我们的程序来排。本案经过各位审查通过。环保局强调，环评是照定序进行，无规避法规。但这摆的环评大会进行了比专案审查的时更较紧，这一点就入去审议阶段，中道进行就通过。这嘛表示，开发单位经发局已经准备将用地交予厂商来利用。记者高雄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乌克兰表示讲，罗西亚已经转向着乌东顿巴斯进行上界性的攻击。因为国际上有一寡国家拢有伫咧介入，要协调因停战。亲像奥地利总理专工去到罗西亚，要来甲因的总统普廷见面。双方讲煞了后，伊对外表示，用外交手段要来解决战争，伊感觉是无乐观的。因为美国甲印度嘛举行线顶会谈，印度总理莫迪也呼吁罗西亚甲乌克兰这双边的领导人应该要来直接对话才对。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一段俄罗斯的战车伫咧马里波的路被摧毁的影片，不过无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国际媒体无法度确定日期、地点甲影片是真的也假。乌克兰11讲，俄罗斯已经对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展开上新的攻势。总统泽伦斯基伫咧对南韩国会发表视讯演讲时阵，要求南韩提供武器，讲被卫星的马里坡可能已经有几多万人死亡。Маріуполь зруйнований. Там десятки тисяч загиблих. Але навіть попри це, росіяни не зупиняють наступальну операцію. Вони хочуть зробити так, щоб Маріуполь був показово знищеним містом. 即讲也传出马里波的海军陆战队讲，火力无够，所落来拍的可能是最后一战。不过副市长奥勒夫讲这是假消息。乌克兰军方目前依然继续抵抗。西方官员讲，所落来这段日子对乌克兰正重要，因为俄军正伫咧重整部署。国际社会也有一寡领导人伫咧中了解，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就是战争以来第一位甲俄罗斯总统普廷见面的欧洲领导人。伊10月去莫斯科，讲这场会晤唔是友好，过程直接公开也正困难。Generell keinen optimistischen Eindruck, den ich Ihnen mitbringen kann von diesem Gespräch mit Präsident Putin. Die Offensive wird offensichtlich massiv vorbereitet. 一直拢避免批评俄羅斯的印度，10月伫咧美印線上峰會，因為立場甲美國無同，互美國施加壓力，希望伊徛公平。मैंने न सिर्फ शांति की अपील की, बल्कि मैंने राष्ट्रपति पुतिन को यूक्रेन के राष्ट्रपति के साथ सीधी बातचीत का सुझाव भी रखा.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re going to continue our close consultation on how to manage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s of this Russian war. 美國已經講無願意看到印度增加進口俄羅斯的能源，也過袂因為安尼生就會硬線。印度伫咧頂禮拜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暫停俄羅斯匯集案到棄權票，並且繼續伫咧買俄羅斯的石油甲武器。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羅西亞軍隊唔鎖定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南部定據點馬里坡戰爭也是還未結束。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已經得到一個消息啦，講這羅西亞軍隊可能會動用化學武器。另外，烏克蘭當地人權組織最近也接到紀錄讚，是這羅西亞軍隊操打烏克蘭女性案件，呼籲世界各地都要關注到因婦女的權益。救援人員佇莊仔厝遐中找找生還者，當時動用吊車移動防炸害的箱仔，以利救援。俄羅斯唔但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繼續發動攻勢，就連南部的港市馬里坡也繼續互俄軍包圍。為空中翕到畫面會當看到馬里坡公園的廣場外大字的俄文寫着內底有兒童，厝頂也擺白旗仔。不過連日的轟炸之下，作為避難使用的劇院，即馬變成廢墟。
Один з рупорів окупантів заявив про те, що вони можуть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хімічну зброю проти захисників Маріуполя. Розглядаємо це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серйозн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俄军将有可能对守军也有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呼吁西方应该加强制裁，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不过，这项指控目前还未得到证实。马里波市长甲美联社讲，当地居民欠水、欠电甲生活物资，不过俄军主动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想要暗砍杀害无辜百姓的事实。We know and see, and we want you to hear our voices that violence and rape is used now as a weapon of war by Russian invaders in Ukraine. 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妇女儿童的问题，乌克兰人权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接到至少9件性侵案件，涉及12名妇女。甲查某囡仔，甚至甲传出寻求避难的妇女甲儿童，和人口贩运集团关起来。We are increasingly hearing of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These allegations must b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o ensure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在这个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证实，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42名儿童死亡，229名儿童受伤。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地属北欧两个中立国家芬兰甲瑞典，考虑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中加罗西亚有边界1300公里长的芬兰，得到6成民意支持之下，伫6月就来做出决定。罗西亚对芬兰、瑞典发出警告，讲因这款的想法袂互欧洲稳定。北欧的芬兰甲瑞典总人口数有1600万。长期保持军事无革命中立国的地位，冷战时期扮演东西方之间有春秋的地区。不过，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代志，互这两国重新思考讲，敢是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伫第5条公约，也就是共同防御条款之下，得到更较侪保护的力量。芬兰会伫未来这几日礼拜内确认后一步的行动，可能伫6月份会做出决定。瑞典的安全政策分析，嘛会伫5月底进前完成。到时的情形可能就会较明朗。It used to be that the political Finland thought they knew Russia and could handle it, that Russia was a basically defensive power. Now they realize that they didn't know Russia, that Russia is aggressive, unpredictable, and violent, and they need a new security policy solution. Swedes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get help anyhow from NATO or the US if attacked. But now they're realizing that they might find themselves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Ukraine, a lot of sympathy, but not military help. 从2月底开战以来，甲罗西亚相隔的边界有1340公里的芬兰支持加入北约的民意，头一届是坐过反对的，而且快速增加到6成。1814年以来，都无参加过战争的瑞典是较张图。不过，当地主要的电视台民调显示，芬兰若是加入北约。大多数的瑞典人嘛希望得来加入，不过这两国若是加入，北约的成员国会增加到32国，甲罗西亚各界所在会大大增加。罗西亚早就已经威胁讲，这有可能会互因采取重新平衡局势的行动。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сам по себе альянс является скорее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заточенным на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Это не тот альянс, который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мир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We should expect to see things like increased hybrid threats, cyber attacks, information warfare, for Russia to try to, as it always does, threaten and intimidate potential NATO members. 英国《泰晤士报》引用美国官员的话指出，罗西亚入侵乌克兰是犯战略错误。若致使北约伫东边部署更较侪军队，也有可能互北约扩大。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北欧的国家冰岛去向俄罗讲是全世界上界安全的国家，也因为过去这20年，冰岛敢若有4个人去向枪杀死亡。不过最近这1年，这乌道开始创秋，犯罪案件呢开始变多啊，这治安是变甲无啥偌好。亚青加提盾牌特警队正伫咧雷克雅维克进行打击犯罪演练，犯罪率正低，教育加福利制度拢正完善的冰岛，自2008年以来就一直拢排伫咧世界和平指数的第1名。伫咧过去20年来，只敢若4个人被枪击死亡。
当地居民虽然有请，不过拢是摕来拍蜡。所以去年2月，一个查甫人伫咧家己厝门口，互人乱枪拍死。所以顶行这个37万5,000人的小国家，警方讲甲帮派有关。Criminal groups in Iceland are becoming more organized. They have more ties to international groups than what we've seen before, which may be a challenge for our police force. 在过去1年，冰岛发生过4件枪击案，不过冰岛的警察无配枪，警察无法度应付这种案件。即马若拄到持有武器的案件，当局拢会指派有配枪、前防弹夹的特警队来支援。一般的警察以后可能会配电击棒。We see indicators that maybe people are less hesitant inside this criminal world of ours to use weapons. We see more increase in knives than regarding firearms. So. 另外，当局也希望透过对问题青少年的矫正感化，让因袂去行歹路。And if we would have intervened very well there, then we could possibly have prevented that they were ending up in this situation. And 专家讲，虽然冰岛关心帮派犯罪问题，不过整体来讲，冰岛也是一个犯罪率正低的国家。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当地鼓山岛附近的海域科技部的研究船海研2号派人落去畅水要做研究，险险啊！加这看海洋业者因的观光船烧浪，引起业者批评。业者甲伊骂讲，这科技部要做畅水研究，那拢无事先通知呢？讲安尼是真危险的。不过海巡单位也表示讲，科技部的研究船是正式核准，也会提醒这研究人员伫做研究的时阵，就要做海面漂试。科技部表示讲，这安全规范因也会来改进。超过7号，小径船伫11早起10:25分，在鼓山岛附近海域突然海面捅出2条人头，小径业者行一条紧急达东啊西环，才避免发生意外。经过查询，2个人是科技部进行海域探验的畅水人员。小径业者质疑科技部派员伫鼓山岛4号位畅水，无事先通知，也无经过标示，实在伤危险。照理讲，它是要有接护船啦，还是有一个浮球，有一个安全的设施在旁边嘛？也要告诉我们说啊，有人员在下面浮潜啊。他希望以后我们昨天已经有告知对方了，以后如果这个情形尽量避开我们航道。这摆科技部研究船是科技部委托海洋大学进行研究，甲小径业者发生冲突。海巡人员表示，研究船进行畅水探检有正式核准公文，也已经有提醒畅水人员爱伫海边标示。也提醒他们，就是未来他们在龟山岛周边的水域啊，如果说有类似从事这样的一个研究工作，希望他们的潜水人员能够在他们潜水的区域，能够在海面上啊，能够设定类似像浮球或者浮标等等的标示。这一次某一种程度比较像是他们碰到特殊的状况，小船就开回去修理，所以就变成你附近看不到任何的小船。科技部回应海洋大学海洋生物所唔将小教授申请的研究计划，经过科技部审核核准，将要求各研究船管理单位针对这类的畅水活动定出更加严格安全管理措施，确保航行船只甲研究人员作业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伫咧2018年时阵，走大成制定太阳能供电设施管理自治条例，经过4年修正，总算得到中央政府的核批，今年3月公告施行。县政府表示讲，主要是要保障县内农业生产环境。若准这农地搭太阳能供电设施，是袂当用清洁剂去洗，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10万块。云林县有真侪太阳能的供电设施，拢设伫咧农地，包含机条、鱼运等等。为着避免污染农地甲水源，云林县今年3月份公告实施太阳供电设施管理自治条例。伫县内的农地，太阳能板若要洗，是袂当用清洁剂来洗。流落来看伊个，看会家就土地那边。这个会影响到土质无吼？对啦，若影响到土质，都较歹啦。那避免这样子的情形，那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自治条例的设置的话，来规范业者不做这样子的一个清洁使用，那违者我们会处以最高10万元的一个罚款。
建设处表示，婚姻馆最近10档以来发生真侪设太阳能板的争议。婚姻馆府伫2018年含议会制定自治条例通过，经过4年的修正，总算得到中央的核备。未来要设太阳能板进前，就要先交废弃物独一的一条回收金。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那中央也针对太阳能光电设施的这些太阳能板的回收，那订定了相关的一个回收的一个办法，那包含说1kW的话就是回收1000块，那也消除大家民众对于后续这些太阳能板回收的一个问题。建设处表示，婚姻馆内无适合做田的农区有1218公顷，这几年受理业者申请设太阳能供电设施就有300公顷。未来业者若是要设，拢要按照太阳供电设施管理自治条例来规范，若是违反会依法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捷运的列线通车，特别满1年啊。根据到台中捷运公司的统计，讲因运量上介低的站就是9张内站，这3月一平均运输量只有23人次，也是目前全国运量上介低的捷运站。台中捷运表示，讲这个站附近当咧开发，也只有一个出入口，致使这运量有较低。学者建议讲，政府应该要增加更较侪公共设施，或者土地开发变较紧，增加运输量。捷运的车厢门一个开开，敢若高车长行出来尔，无任何乘客起车落车，连续几啊班车拢是安尼。台中捷运9张内站，车头是规个空无半人，这个车头嘛，才做列线运量上介少的一站。那里也没什么景点啊，比较不会在那里下车吧。因为我们搭车就可能从家的附近到高铁站或者台州车站，中间的几个小站其实是比较不会去到。根据台中捷运公司3月份的统计，每一天出入车头的人数，上侪是高铁台中站，上少的是9张内站。平常时平均一天敢若有21人次，就算是休困日，嘛敢若27人次尔。一天平均的运量敢若有23人次。捷运公司表示，这甲4块了的土地也未照开发有关系。除了周边区域仍在开发中外，9张离站第2出口尚未建设完成，也是原因之一。目前也积极处理该出口的区域征收事宜。就这公司表示，除了土地也未完成区段征收，第2出口嘛也未起好，运量相对较低。学者表示，市区的捷运设站的面积，郊区未超过2公里，所以是以公营的面向来设捷运站。不过要培养运量，还佫需要引进更较侪公共建设。它不是用需求导向，而是用供给导向。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没有开发，并不代表以后它不会开花。叶明山表示，因为台铁甲捷运起做伙2个站，台铁甲九德有离较远，所以佫加起1站来加强通勤的功能，并不是当初规划有定大去。不过发展是需要时间，嘛要加速土地的开发，才会当互运量来提悬。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伫今日公布上届新的汉药成分检测结果，发现讲来送检的45件当中，就有6项检出到西药，其中佫增加这壮阳药的成分。若准食伤济，恐惊会害民众心脏受到伤害。民众他想要吃中药，大部分来讲，他说是希望能够避免掉西药的副作用。那因为有时候西药的疗效也比较快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会担心中西药交互使用的时候，其实有可能有增加药效、减低药效，甚至增加一些毒性的风险哦。所以我们非常的反对这个中药里面有掺杂西药。消基会强调，这寡南西药的汉药算是假药啊，消费者若长期伫咧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或者是伤害。这寡卖假药啊，业者会当依照药事法上当关7年，或者是罚金罚5000万。阳明交通大学的传统医药研究所所开发的汉药精官方，这贴药啊，伫台湾也未大规模做疫苗进程内，有互上千名的前线医护人员做试验。迄当时有90成的人啉1礼拜了后，会当来减少到因然后疼、咳、咳嗽这块症头。学校表示讲，这个用法呢，会比较 AZ 疫苗模式公益授权。桌顶这5种汉药，包括黄芩、茶乌、藿香、连胶甲赤朴。装好了后，就变新的药啊，合作健官方。这是阳明交大传统医药研究所团队开发用来对抗新冠病毒的药啊。这贴药啊，伫2020年的时阵，有提供予1000外的医护人员来使用。迄当阵的受试者认为讲，脑后疼、咳嗽、头壳疼等等类似感冒的症状，拢有改善。
在高危险状况下来使用，来达到弱化、跟净化、跟预防感染甚至能够降低这些症状的一些设计的理念。为了找出这贴药背后科学机制，研究团队做动物实验，把鸟鼠饲这贴药2天了后，发现伫鸟鼠体内系的细胞 ACE2 甲 TMPRSS2 表现量会明显降低。这两个细胞膜顶悬的2白质，正是冠状病毒甲细胞结合的受体。经官方先给予肺脏细胞处理或是一些宿主细胞处理之后呢，再给病毒感染，其实它的感染效果就会变差。这个药啊，嘛会当用下的，用片仔树药的烧气来吸收，药啊会当真紧导入去片仔甲细胞，来改善类似感冒的症状。研究团队指出，这贴药啊会当弱化病毒，对预防感染有帮助。不过，要是强调讲，这个药啊袂当取代疫苗。接落来，学校嘛以 AZ 疫苗的公益模式来做授权，帮助更较侪民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火金菇的季节又搁来啊，台中的东势林场因为生态保育做甲真好，有上万只的火金菇拢成功复育。伫假日时啊，搁特别安排志工甲民众做解说，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火金菇闪闪烁烁，伫山顶飞来飞去，看起来真水。每一冬的4月中，就是火金菇的季节。伫台中的东势林场，因为中华关农会经营了袂歹，生态保育完整，今年火金菇的数量暗算有30万只。在我们的水资源的一个保育，还有我们生态的一个保育，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复育萤火虫的成绩相当的不错。火金菇是环境指标通摊，因为东势林场有卖外200甲土地拢无喷农药。对保育火金菇有帮助，是台中看火金菇真受欢迎的所在。假日阁有专业的导览志工，带大家做伙了解火金菇的生态。一般来讲呢，公的萤火虫它有2节的发光器，一闪一闪，非常的漂亮。母的呢它是只有1节的发光器它飞得比较低那当它们在求偶的时候呢，那个数量呢实在是非常的壮观。东势林场的工作人员大力甲落卡落，准备精彩的表演。一个火金菇的季节就要来了，民众会使把握4、5月啊，去一抓东势林场，就有机会看到规山坪水解的火金菇。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屏东东港的大只渔船，因为在地盐埔渔港水不够深，若要换花乱去到高雄。不过，即马呢，中央政府开3亿打造一个深水码头，20只以上上千吨渔船，若准备同时入港，拢无问题。未来渔会也会拍算来争取到冷冻场的资源，期待老渔场会当重新转型。大船入港是屏东东港琉球渔民久年来愿望。过去因为盐埔港嘴水上浅的所在，敢若3米深，渔会就要对高雄卸掉，才运到转来。若费时，海产若无青，就真败价。如今深水码头完工，1,8吨以上的大只渔船，就会当直接驶入东港，顺利挖花。那因为大型运搬船第一次进来，整个卸渔过程都是算顺利的。陆陆续续目前都有一些专载船他们都有意识说想要直接回来我们东港母港这边卸货。那但是就是说，在未来我们目前的鱼市场的设备显然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中央投3亿来建设，如今深水码头一届20只1,000吨以上的船来客都无问题。未来渔会阁拍算争取离岸设备，包括水岸送电、渔船水源补给等等，互渔船停靠的时阵，关引擎较免芳，改善空气品质，期待互这个旧渔港转型转骨，阁行出新路。那在我们整个生鲜鱼市场这个部分呢，未来我们还是会做一个整建。那在整建的过程中，我们会在增加离岸的岸水岸电设施，在盐埔渔港这边做一个冷链系统，那也可以确保说在后续运送过程，它也都是安全新鲜的。那好，渔会会当直接入来东港，海产更加鲜，嘛爱冷冻设备更再提升。渔会表示，日后会阁整合鱼市甲冷冻场的资源，要刺激市场的交易，增加就业机会。帮打造出生产滚销兼观光旅游的现代化渔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全世界电子喷素一年就会制造5300万吨出来，其中电路板内面就真侪贵金属。英国的这火笔局就摕一寡电路板成立一个专门的回收场，会当把内面的黄金抽出来重新再利用。
用特殊的化学处理过程，英国皇家杜贝局已經有法度自廢棄的電腦棒提出純度99.99嘅黃金。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technology and others is the chemical formula selectively pulls out the gold and just the gold, and that is what makes this revolutionary. 金甲銀导电性拢正好，会甲其他的贵金属最近摕来做电脑棒甲其他仪体，其中手机啊、电脑上电量看到，为了摆好废弃的电脑棒顶头的黄金被浪费，有1000多年历史的英国皇家杜贝局甲加拿大新创公司合作，研发出特殊的化学程式，会当提炼黄金。The gold is extracted to 99% of it to a level of 99.99% purity, and then that The board continues its journey. 皇家杜贝局3月底会伫咧英国的南威尔斯起世界第一间专门回收废弃电脑棒的工厂，按算2023年开始营运，一年会当处理4680吨的废弃电脑棒，提炼出900公斤的黄金再利用。It's a new market, and that's almost one of the interesting challenges we have is getting this across to consumers that something that's being repurposed from waste and saved from going into the byproducts going to landfill surely has a greater value than something that comes from a mine. 聯合國所發布的全球電子糞掃監測報告，全世界一年製造出5300萬噸嘅電子糞掃，其中只敢若無到20%被回收再利用。若是無針對電子糞掃進行解決方案，到2030年，每年產生嘅電子糞掃會到7400萬噸。公司新聞金婉瓊編譯。全觀眾朋友來看下半部嘅天氣。宜蘭到新竹對24度到32度，苗栗到雲林對25度到31度，嘉義到屏東對27度到33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5度到29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0度到28度，一個未來3天氣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聞，我是嘉豪，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相會。